如未睇住像單身裏面日尋，大人世界數目更擾人，諗極都諗唔通，前點先會近，好似點努力都係得個諗，直到打開日本細路哥嘅童話，先至非法激昂簡單途徑，踩白色一隻狗追開口教我聽，佢講嘅道理改變我風景，手定啦試下先，呢句就係廢話嚟，做定係唔做，好聽後世間，行動先係介入自離心入面嘅。讓住你隻金愛仔，前面埋裝佢，等啲金單生多啲錢就會跟隊，寫低半成功一記，每日兩件威水史，資訊係一面儲起係你最大本錢。72個鐘規定就要起步啦，10分鐘習慣幫你起高樓，我同錢嘅故事呢一樣醉過。聽一線開始係夢想嘅殺手，拖得就拖理想會生鏽，72個鐘內唔行第一步，成件事好快就會化做烏有。將個心有我做唔到，轉去睇下我做到，本成功日記1月1億，咁就係你最大嘅寶。手停啦試下先，呢句就係廢話嚟，做定係唔做得兩次，再路際間，行動先係介入自你心入面嘅。讓住你隻金愛仔，千祈埋裝佢，等啲金單生多啲錢就會跟隊，寫大半星空一件，每日銀件威水史，自信係入面儲起係你最大本錢。72個鐘規定就要起步啦，10分鐘習慣幫你起高樓，我同錢嘅故事呢一頁最廣。人生好似個動畫道理好簡單，外面個圈係趁流通銀紙，中間個窿先至係最重要嘅本質，係你個心嘅價值善良同知己，兩樣都有齊先至算係真正嘅富有圓滿嘅結尾。讓住你隻金愛仔，千祈埋裝佢，等啲金單生多啲錢就會跟隊，寫低半星空日記，每日銀件威水史，自信係入面儲起係你最大本錢。72個鐘規定就要起步啦，10分鐘習慣幫你起高樓，我同錢嘅故事呢一頁最光，呢一頁最光。由行動開始，由信自己開始，我同我隻金愛仔。